Hello， 大家好，我係蘇芙啦。呢個 channel 咧，主要會教大家舒痛治療、居家伸展、冥想靜心。對於一啲想針對性舒緩痛症嘅朋友，或者做開運動覺得肌肉繃緊，又或者純粹想喺屋企輕鬆做下伸展嘅男女老少呢，你可以就咁戴上你嘅耳機，就可以隨時隨地做運動噶啦。咁我希望可以透過呢個 channel 同大家分享伸展同埋瑜伽嘅樂趣啊！上一集蘇芙啦就同大家傾過關於香薰精油嘅好處，同埋運動嗰陣咧係點樣運用香薰精油嘅。咁但係可能你會問啦，咁究竟咧其實我應該用啲咩味道嘅香薰精油啊？咁因為可能你第一次用呢一個香薰精油去配合運動啦，咁你可能喺市面上咧見到有好多不同種類嘅精油嘅，咩味道都有。話蘇芙啦，我真係完全唔識揀，同埋點樣用噶咁樣啦。咁仲有呢，最後一樣可能大家都想知噶啦，究竟呢香薰精油其實係咪真係人人啱用嘅呢？有冇啲咩禁忌噶？咁好啦，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啲問題嘅答案嘅話呢，咁今集就啱晒你啦。好啦，咁喺開始之前呢，簡單同大家講返上次教過大家3個使用呢個香薰精油嘅方法嘅。咁好啦，第一個呢就係真係純粹最直接嘅吸，咁就係呢，我哋就咁直接將個香薰精油呢倒入去個手掌心裏邊啦，可能滴3至5滴啦，咁然後呢2隻手搓熱，然後我哋合十2隻手，跟住就將你嘅手掌呢打好似三角形咁樣。我哋先呢就唔好話靠近得個鼻哥太近住嘅，咁啦留少少距離啦，一個手掌心嘅距離啦，咁然後咧就慢慢吸氣，先至慢慢靠近個鼻哥。如果唔係咧，一開始咧就會太強烈噶啦。如果太近嘅話，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個精油按摩啦。咁其實咧就係將佢咧慢慢按喺你身體嘅某一個部位啦，你想舒緩嘅部位啦，你想放鬆嘅部位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嘗試一下按摩自己嘅穴位添啦，咁你就可以加速呢個血液循環噶啦，同埋咧你就可以令到自己慢慢放鬆嘅。之後咧仲有一個方式咧就係叫做擴香啦，精油熏香嘅方法嘅。咁咧就係一個唔用火嘅方法咧，就係可以用到呢個擴香石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比較物理性嘅方法，因為裏邊咧有一啲窿啦，咁就可以慢慢將啲味道擴散開去嘅。咁都做過少少嘅宣傳啦。咁蘇芙啦，我自己咧其實人手都有設計咗不同嘅圖案啊，富士山啊、貓貓啊、繡球花啊等等嘅。咁你哋可以有興趣可以去我 IG 望一望呢一啲擴香石嘅。而家限時推廣啦，會送埋精油俾你添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去望一望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如果你即係話唔介意去點火嘅，咁其實仲有一啲即係擴香嘅精油嘅器皿啦，即係例如係可能精油蠟燭啊、霧化香薰嘅擴香器啊等等，都可以令你咧做一個擴香嘅效果嘅。好啦，咁我哋進入今日嘅正題啦。咁首先咧，我就想分3個部分去講嘅。咁就係咧，第一喺運動之前咧，教大家咧點樣利用精油咧進入我哋嘅狀態嘅。咁然後之後第2個部分咧，就係喺運動期間用精油咧嚟到去提升我哋運動嘅效能啦。咁最後啦，就係運動完之後，我哋通常都會肌肉酸痛噶嘛。咁精油就係正正可以咧達到我哋放鬆肌肉、消除疼痛嘅效果噶。好啦，大家準備好未啊？好，咁運動之前咧，其實聞一聞精油咧有咩功能嘅咧？咁其實佢個功能咧就好似幫你開機咁樣咯，即係好似你返到公司第一件事係做啲咩啊？咁啊，梗係開咗個電腦先啦。如果唔係你冇開電腦嘅話，其實你係冇嘢可以做到噶嘛，即係當你係一個 office work 咁樣。咁所以咧做一個開機嘅效果咧，可以令到你慢慢進入個狀態噶啦。等你自己咧進入一個要運動嘅模式。咁但係咧，其實運動之前啊，究竟用啲咩精油嘅咧？咁講真啦，其實
呢啲真係一啲好個人嘅喜好嘅。多乎啦，我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咧，我中意用啲咩精油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咁我自己咧喺運動之前啦，我其實就比較偏向中意一啲令到我自己好開心啊，好 refreshing 啊，好有清新氣味嘅感覺嘅香薰精油。咁例如咧就係佛手柑啦，或者係一啲生果味啦，金桔啊、檸檬啊、甜橙啊等等嘅。咁即使你唔知道呢啲係乜嘢嘅名啦，但係你聽到個名，你都覺得哇咁似生果嘅咁樣，即係又金又橙又檸檬咁樣。咁咧你就知道咧，已經係感覺到呢個一定係比較清新味道噶啦。咁如果咧你想再 refreshing 一啲咧，再清新一啲咧，就直接用薄荷味咯。薄荷咧其實就好天然咁樣令到你啦，有一種精神爽利嘅感覺啊，等你快速進入狀態啊，精力充沛。咁好啦，當你做運動嗰陣啦，其實呼吸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咁好似蘇芙啦，我教瑜伽嗰陣啦，其實成日都會叫學生咧專注自己嘅呼吸，鼻吸鼻呼。每一次吸氣嘅時候咧，你 feel 下你嘅橫膈膜慢慢向下啦，肋骨撐起，腹部脹大啊。每一次呼氣嘅時候，再慢慢留意一下咧，空氣由你身體入邊慢慢泄出去嘅。咁但係咧，其實對於新手嚟講，有時留意自己嘅呼吸咧，實在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我都好明白噶，因為話晒咧，平時我哋日常生活，講真啊，有邊幾個人可以好有意識咁樣慢慢留意自己嘅呼吸啊？因為我哋係 focus 緊我哋日常生活嘅工作啊、做嘅事啊等等噶嘛。咁但係咧，如果我哋配合埋精油嘅話啦，每一次吸氣咧，其實當你聞到一啲自己愉悅嘅味道啦，你就可以慢慢引領到你咧去做每一次吸氣、每一次呼氣啊，提醒翻你咧嗰個吸氣、呼氣，即係提醒你嘅覺察力嘅。咁精油方面啦，運動期間其實就需要用一啲比較可以帶到能量嘅。咁我自己咧其實就好中意檸檬草嘅 Lemon Grass。因為咧，佢除咗可以俾你有一個精神嘅感覺啦，仲好似有一啲俾你有能量嘅感覺噶，咁令到你咧可能本來啱啱去到上堂，又或者係喺屋企氣下嘅，咁呢個精油咧可以令到你慢慢加速你身體燃燒熱量啦。咁但係啦，如果你上嘅堂咧並唔係一啲要能量嘅，即係唔係話係需要好攰嗰種嘅，可能你係上緊例如係伸展瑜伽啊、Yin Yoga、陰瑜伽啊咁樣，比較平靜啲，拉筋伸展多啲嘅。咁我可能會建議你用一啲 relaxing，例如係薰衣草啦，呢啲咧其實出晒名咧就可以幫你咧舒緩神經情緒嘅。咁甚至當你放鬆咗肌肉啊，仲可以令到你咧伸展得再遠啲，做得更多動作添啊！咁好啦，最後啦，運動完之後咧，其實最好咧就係有一啲舒緩肌肉酸痛嘅作用嘅。咁即使你上嘅堂可能係頭先講過嘅伸展啦，又或者陰瑜伽伸展比較多嘅，但係其實你正確做到嗰個動作嘅話咧，其實都有伸展緊相對應嘅肌肉噶。咁咧另一日咧都唔多唔少會有少少嘅肌肉酸痛嘅。咁咧我哋喺呢個時候就可以用一個精油按摩嘅方法咧去舒緩翻我哋另一日嘅乳酸嘅感覺啦。咁咧我哋嘅做法咧就係可以利用精油慢慢按摩一下我哋覺得繃緊、覺得酸痛嘅位置，慢慢咧令到皮膚吸收嘅。咁有幾個精油咧可以介紹俾大家。第一個咧就係檸檬尤加利啊，佢咧其實有一個幫助去瘀嘅作用啊。咁另外一個咧，我自己係未用過，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咁就係叫做甜馬鬱蘭啊。咁咧有朋友都介紹過我咧，就話可以舒緩發炎疼痛嘅效果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試下嘅。至於精油有冇一啲咩禁忌嘅呢？理論上咧，精油咧係個個都啱用嘅，不過有啲人咧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啦。例如係一啲真係太細個嘅小朋友啦，你可能就要問一問家庭嘅醫生，佢適唔適合去聞一啲咁可能味道比較刺激性嘅精油啊。例如係可能真係2歲以下嘅小朋友啦。咁另外咧就係孕婦啦。
因為孕婦咧其實就多啲禁忌噶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會有影響到荷爾蒙嘅分泌嘅，咁所以呢個就要留意翻。咁最冧尾一個咧就係可能係一啲骨質疏鬆嘅患者啦，咁可能佢哋就要避免一啲按摩嘅香薰治療啦，因為可能佢會令到佢未必係適合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要問翻家庭醫生嘅。咁仲有咧有咩禁忌咧？就係其實精油咧淨係俾你愛用㗎咋，咁就避免去食用嘅，除非佢標明咗就話佢係落咗某一啲成分啦，不過我都比較少見嘅。咁記得要避免高溫啦、太陽照射啦，同埋其實精油咧裏邊係一啲易燃嘅物質嚟噶，你就一定要避免係接近呢個火源嘅。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仲有咩關於香薰嘅資訊咧，可以隨時留言分享話俾我聽嘅。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 channel， 可以 follow 我嘅 IG 支持一下啦，又或者 like、subscribe、share 呢個 podcast， 又或者留 comment， 同埋俾5星評分我支持一下。好啦，下次再傾啊，拜拜。